较早可能这码头哦，其实地面上哦，它可能是它8公尺嘛。哦。啊，这真是这是了考古挖掘了吼，叫做遗址了吼，甲清出来吼。是哦。当然较早的港嘛，不是遮小啊啦，应该是就范围足大，毋过进遐为路啊，它无法度去继续去清啊。较早人讲的这个倒风内海的这个麻豆的古港，就是伫遮。嘿，就是伫这搭，嘿。哦，你即摆后壁遮是较早的港厝。应该尽头要加2-300吨啊啦。因为咱知影讲，较早伫咧倒风内海嘛，有4个大的古港，就是这个天线桥、啊横江尾港、麻豆加这个咸水嘛。啊，你感觉讲麻豆这个古港伫咧较早这4个大港内面有啥物特别的地位？咱应该讲哦，那可能哦，这个港哦，应该是比其他3个港应该是较早发展出来。是。因为伊边仔就是迄落较早平埔族人的麻豆乡诶。迄阵平埔族甲这个外口的人差不多交易，拢是咧交换啥物物件？你若看后来应该是伊遮即头鹿皮，鹿皮主要是鹿皮啦吼。可能伫2300年前吼，遮曾经就可能有交中国大陆有交往过，因为遐捌挖出一个伫铜箭头，铜箭头吼。啊，迄个时代可能拄啊伫大陆拄啊建国时代，啊，毋过有这个铜箭头，会当证明就是讲，较早伫遮诶先民吼，伊早就有交卡面的世界，其实有一个交易互动啦。伊诸罗县志哦，伊来人写伊讲哦，麻豆港是一个插港哦，啊，在商船。伊讲商船会当来到遮载藤条船，是啊，到麻豆社东为主，这种明显哦。过去吼有真济溪水的一抓一抓流入来到倒风内海，啊，小只的溪口就会变做是一个海车港。所以伫咧西元1711年到西元1730年，嘛就是这个内海上界繁华的时阵。听讲四周围吼大大小小就20几个港口。咱看到的这个就是落尾挖出来，你讲较早港口的这个结构嘛，啊，你讲这材质是三合土，这三合土嘛，吼，这其实早期应该是对荷兰时代到清朝拢这种较早无所谓混凝土啦，这种叫三合土。啊，咱讲所谓的三合土，三合是哪？三合就是蚵仔较花啦，吼，蚵仔较花，啊，搁迄种迄个。糯米汁哦，煮米啊个鹅藤吼，鹅藤安尼搅做伙。啊，咱进来看吼，这材质非常的坚固然后经过200几冬，即马个非常的完整啦吼。是。伊就这做一个斜坡，伊人员还是货物，拄安尼就遮咧进出吼。因较早遮即个可能一个藤叶输出港，因拢讲藤人啊，就安尼连落，啊船拄啊靠里啊，连拄啊就船去啊，就出去安尼。货物还是人员的，都遮进出安尼就对。老师啊，这三个你讲像恁啊，这是？这其实只有石车啦吼，这较早是咧溪塘用的啦。你讲像石磨迄种？系啊，伊较早是两粒吼，拄啊一副安尼，一个叮当鼓安拖啊当甘蔗，就直接等个石落那种，啊伊甘蔗就炸出来吼，就出来吼。其实较早呐。2粒石车叫做一张坡啦，所以这麻豆还有做者交坡有关的地名，像叫寮坡吼。嘿，其实这很有故事性啦吼。较早要出这个要出皇帝，毋过清朝认为啦出皇帝安尼对清朝的江山有危害，所以就派一个占地官要摆这个地理，伊拄啊伫这血顶悬哦做一个桥，啊等于讲做桥迄阵，做桥迄阵打断坐啦吼，啊伊叫人准备30来条石车，72条石头吼，啊做了，啊一个剑插落，30条石车，72条吞落，拄啊36天罡，72地煞，啊就把这个灵穴压住了吼。这当然这是一种迄个传说啦。刚挖出来，啊，毋过后来这所在咱拢清出来，啊，反正真的是36颗哈，而且排列的很整齐哈。如果以科学性来讲，伊是多。如果做者桥墩底啊，喺旁边加固的啦，这等于迄阵滴水设备这些加固，这是一个科学性啦吼。啊，毋过可能迄阵拄啊做桥哦，
遐岛那是拢涌泉口，伊拄仔甲一个大涌泉口吞掉，所以后来这个港哦就慢慢遗弃啊，失去这个功能哦。